将这个企图破坏和亲的逆贼拿下。是。没想到你也有今天。我知道我会被你算计，只是我在赌你对阿叔到底有没有真情，我在赌你到底会不会对他网开一面。但是你竟然连一丝一毫的怜悯都没有。我的怜悯就是不亲自动手，待他到了燕世安那里，自是死无全尸。你说什么？燕世安与他无冤无仇，为何要这样对他？想知道，那你自己去问他。但恐怕现在你连这个方寸之地都出不去了。慕寒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待我送亲归来之日，便是取你性命之时。河川，好自为之。慕寒，慕寒！为何换下婚服？我不喜欢这婚服，原地休整。我要喝茶。倘若天黑前赶不到驿站，再耽搁下去，恐怕只能露宿野外了。本公主乐意。原地休整。是。烹茶的水要山泉水，重新煮。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倘若耽误了和亲时辰，我没办法向朱颜、林昭两国交代。穆将军如此迫不及待送我去和亲，难道是怕我误了你同温福玉的大婚吗？你，从前你是我的狗，如今成了君上的狗。子墨，保护好公主。我这就去取山泉水，为公主烹茶。我这样对她，是不是有些过分？若是当初没有让你做侍卫，或许此刻你还是我公主府上的男宠。或许我不用去和亲。夜深了，公主还是早些休息吧。在去朱颜国前，让我最后再舞一曲吧。你的笑颜似水流年，沧海桑田，愿一生可与你长相恋。不惧风雨，愿你我之间，世间换色天。若能有缘，我只愿永远当终点。面对的深渊，你我之间，何惧这光源？终一天。
今晚月色真美。你看，有萤火虫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我娘亲就会带我去后山看萤火虫。每到这个季节，我总会想起她。你一定很想念他吧？那都是过去的记忆了。我听闻，穿过这片草原，有一处寺庙非常灵验。我们路过时，去看看可好？好，你带我去看看。嗯。大师，此签何解？阿弥陀佛，施主所求之事，恐如镜中花，水中月，终究是一场空啊！你说，签文当真准吗？尽人事，听天命。你所求之事，皆掌握在你手中，岂是一支下签可决定的？慕寒。过了瑶光，便是朱颜国的地界了。如此热闹的景象，不知可还会有机会再看到。就这样是吧？好嘞。姑娘看看，可否有喜欢的？我们这可是祖传玉石，可保平安。有对平安玉，这玉石名为平安玉。平安玉，真的能保平安吗？那是自然，玉在人在，皆大欢喜。玉碎人亡，破镜难重圆。今晚看完篝火晚会，再启程也不迟。我可否用这块玉佩换你的平安玉？当然可以。拿好。如果签文准的话，那这平安玉保平安也会准。
这平安玉送你，这就2项抵过。谢谢，我会每天带在身边的。林昭国长公主到。太子殿下，微臣还需回灵昭复命。将军请自便。千几般，却曲终人散。我们错过是属于短眼神，道不尽哀怨。无情的磨痕，如此长几片，天不遂人愿。寒冬一夜后，重逢春天，蝴蝶却把相思遗忘，未来赴约。爱之花动了，他心动之人是我。你我也是大婚在即，还想去哪儿？掖庭之外，怎么会有人燃灯？速速去通报母后。是。居然在民间弄不到替代萧叔之人，今夜就将他献祭。是。先生饶命！待萧叔生了孩子，我们只需要想办法把他的孩子弄回来，这血灵之气便可再次长生。君上饶命！君上饶命啊！君上饶命！让他闭嘴！君上饶命！奴婢参见君后。这些是你们做的？回君后的话，是。请君后恕罪，这只是我为薰儿祈福做的。祈福？你是想让君上发现你的存在，将你们母子2人从此地接出去吧？奴婢不敢，奴婢知错了，请君后和2公主饶恕我们母子一回吧。呀，群书制药，还做了笔记呢，真不错。既然年纪已经不小了，就随着你母亲去掖庭多做些苦力，别整日学这些，省得生出一些不该生的想法。
奴婢同轩儿一定严于律己，久居掖庭深处，绝不踏出这宫中半步。君后请放心，若再有事，君后尽可处死奴婢。记住你今日之言。梦见才发觉，囚禁在无尽的深渊。瞬间，夜无眠，孤身留守在人间。爱几遍，恨几遍，逃不过命运的锁链。这一眼，愿化解，不就是？谁？世子是我。白灵，你竟然还活着！太好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闭气。救我！你以后会知道。是魏延叔救了我，属下这些日子一直在城郊的院子养伤，伤好后出来寻殿下，却发现世子送他去和亲了。他竟还有心软的时候。世子，属下在城郊的院中见到了王府丫鬟王清。当年狗皇帝下令，紫上王府一个活口不留，我身中数疼，若不是长公主所救，恐怕早就死了。他并未参与那场屠杀，只是被人当作棋子而已。他当真未曾参与？千真万确，不敢欺瞒殿下。朱颜太子同公主大婚还有些时日，若此时去朱颜，还来得及。我即便是带走他又如何？紫上王府上百条人命，大仇未报，我又何必将他拉入深渊？承恩侯贺川意图毁坏和亲，其心不轨，将其贬为庶民，永世不得入宫。你知道他当时有多疼吗？现在怕了啊？他那么怕疼的人，你不仅杀了他，还毁了他的脸，我要你全部偿还！杀哥哥！不要！你叫什么？见此母亲，情意绵长，似是轮回，不该就是也。山哥哥，我是安宁。安宁，我是安。
子上王府宰赃灭门那日，我便发过誓，一定要将仇人一以生擒，血债血偿。现在轮到你了。你竟然没有死，难怪你逼着阿叔和亲，把我贬为庶民，这些全都是你的计谋。早知道当时在紫商王府，我就应该一剑把你杀了。可你现在没有那个机会了，还不跪下向他们忏悔？下跪？绝不可能！若你不跪，下次看的便是你的双腿。让我向他们下跪，休想！谋逆之人，人人得而诛之，是他们该死！谋逆？我父王执掌紫商州那么多年，忠心耿耿，最后却换来一句谋逆。该死的是你们，该死的人是他。就因为我母亲身份地位，她不肯认我，将我移至平原，处处受人欺凌。你看我有什么？桃木剑跟我玩会儿呗。小心！你会不会走路？哥哥，这个给你，谢谢你救了我，以后我日日给你带，还来找你玩。竟然是你！只是因为当初我母亲做错了事，这个薄情的紫商王便将我们母子二人赶出王府，最终害死我母亲。于是，我便暗下决心，有朝一日必定踏平这恶心的王府，杀了这个薄情的紫商王。还有，你知不知道，紫商王这谋逆的罪名，就是我一手策划的。当初我亲眼看着他死在我面前，这鲜血喷涌而出，你知道我有多么的开心？这隐忍数十年的大仇，我终于报了！何愁我现在就杀了你？寥寥世间，万千挂念，多少如愿。问了千遍，谁在撰写你我夙愿？睁开双眼，你的笑颜似水流年。沧海桑田，愿余生可与你长相恋。不惧风劫，愿你我之间，世间欢色一片。若能如愿，你我之间，永远当终点。面对的深渊，你我之间，何惧这光远？终一天，沧海不变，容我在无情离相恋。睁开双眼，你的笑颜